上一集顶尖高手的嘉宾 Christabel 就是我在肯德基的老同事，我职场生涯35年来见过最棒的一个 HR。他一手建立了百胜中国在中国的组织班底，还有人才引擎。这一集呢，我要继续请他来聊聊最近最热门的话题，就是裁员。做人千万不要被动，在这里不成功，并不代表他在其他地方不能成功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等那个 N+1，你觉得这有错吗？即使等后面的机会都不去看，你是有问题。找工作永远都是你在工作上去找工作是比较好的。有一些主管他们不敢裁员，不懂得怎么去把不适合的人下去的话，他就不是一个成功的这个 leader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可能他是被下切的这个35家，他就绝对是第一个被考虑的。不管你是3岁还是80岁，如果没有一个成长思维的人，其中都是会被淘汰的。如果有个员工他已经感觉自己被盯上了，你的 focus 不是这个公司要做什么，是 focus 在你自己可以做些什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看 Christabel 又来到我的家了，跟大家打个招呼吧。嗨，你自己在过去几十年的 HR 的经历当中，一般在裁员的时候，员工可以闻到一些迹象吗？无风不起浪啊，对吗？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基本上不会完全没有感觉，肯定是公司业绩出现问题，生产力出现问题，你的投资回报已经出现问题，这些都是可以感觉到的。所以身为一个员工，不要光看自己在做什么，要看一下公司的营运状况。如果他闻到公司真的最近好像真的蛮糟糕的，那他要怎么样去判别他会不会遭殃？返璞归真都还是回到最根源的。如果你自己有觉得可能我有这样的危机，那么你就要问，为什么我觉得有这样的危机？是因为我做的事情没有出结果，还是因为有其他的原因？如果你的工作已经被淘汰的，是在这个公司被淘汰，还是在社会已经被淘汰？其实我们常常会用一些不同的词，裁员、被 fire、优化。其实呢，他们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。什么概念？裁员呢，通常是因为这个公司有一些困难，所以呢，他有收束，他有瘦身。被 fire 的话，就通常是因为这个员工他不适合这个工作了，甚至乎最夸张的是他有些操守的问题。如果是优化就是这意味着这公司是还想往前走的，他要透过这个优化的过程，把资源的性价比拿到最高，用这个钱能够买到最合适的人，然后帮助这个企业去走过这个阶段。在这3种不同概念下被离开的员工，你觉得他有什么样的心理素质？第一，如果被裁员，我刚才讲了，没风不会起浪，所以呢，公司准备裁员通常是有人征兆的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候，你的心态就真的是做自己的主人了，想清楚，不是要我打死都要留在这公司，公司都没有位置，你还在想这个干嘛呢？我要拿到最多的钱才走，你为了这个事情去伤脑筋，倒不如每天去找一下其他工作机会啊，其他领域啊，去充实自己啊。如果你是被 fire， 这个真的是要自我检讨了。可能你被 fire 不一定是坏事情，争取后面的机会了，把它改进了。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不适合这个工作被 fire， 那么你就要思考一下，为什么我不适合？我在哪里会更适合？比如说我在大公司不适合，但是就这些中小企业其实更能够用到我，或者我甚至自己创业更好，都有可能。对吗？所以这怎么去调整自己的心态，还是回归到这个时候，你的 focus 不是这个公司要做什么，是 focus 在你自己，你的焦点是在你自己可以做些什么。我很喜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本书，从 A 到 A 加，他有一句话我非常欣赏：面对残酷的事实，但是不要失去你的信念。人生基本上无常的事情很多，不如意的事情十常八九，倒不如把自己培养到有这样的毅力，不要有受害者心态，然后是有个求生者的心态，甚至乎成为一个 master， 在这领域里去变成提升自己，才是这个心态要放对。有这样心态的话，自然你会可以留意一些不同的机遇，你会去评价这些不同的机遇，然后你就会跳进这些机遇。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的，你对自己的价值是非常清楚的，你就会找你自己的路径去跑，然后在过程里面去学习有困难迎上去，花时间去做。那如果是被优化呢？被优化的话，就是第一，你要想清楚究竟在优化过程你能不能够提高你的性价比，因为你能够提供更高的绩效出来，更高的结果出来，那么他们会考量。如果是优化过程里面你真的下去的话，那么还是接受自己吧。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。对呀，赶快开始识相一点，找工作，努力面试。每一次我在直播间都有听到粉丝在问我说，我就在等那个 N+1， 你觉得这有错吗？如果你即使等这些东西，然后后面的机会都不去看的话，你是有问题的。
你现在是什么年纪？如果你现在还是年轻的话，这个有句话叫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啊。你可能在这个阶段你能够挑取一个更好的工作机会，他给到你的比当天拿到的 N+1 还要高啊。太对了，所以不要被动的等着人家来裁。对，如果这公司真的已经到了危急存亡之秋，你也无力回天，对吧？做人千万不要被动，就是坐在这边躺平，就躺着带信封，躺着被淘汰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呢？你要现在看远一点啊，没有拿着这个受害者的心态，在这个过程里面转危为机，变得更扎实的去往前走。这个时候你要为自己去思考啊，找工作永远都是你在工作上去找工作是比较好的，没错，这个是实在的。还有一个很尴尬的问题，就是有一些主管他们不敢裁员，因为他觉得好像自己是刽子手。一些部门主管在裁员的时候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跟行为？其实人都是希望做好人的，但是你作为一个老板、一个主管、一个领导者，不懂得怎么去把不适合的人下去的话，他就不是一个成功的这个 leader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可能他是被下切的这个。对。但是在整个过程里面呢，要守着几个原则。第一个呢，他未来是好，对你的未来是好，对公司未来是好。当然在当前可能看不见，但是要帮助员工去看得见，然后要诚意的看得见。第二，尽你最大的能力让人家体面的离开，因为呢日后在街上看到可能是握手的朋友啊。对。第三，记得一个人不适合在这个工作上，并不代表他是坏人，他其实不适合在这个工作，他在这里不成功，并不代表他在其他地方不能成功。所以你的目的就是让他明白到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有一个学习，明白到他的强项在哪里，更适合他的地方，甚至乎送他一程。一个公司在裁员的时候会考虑年龄吗？比如说现在有人讲说他35加，他就绝对是第一个被考虑的，或者是他工资比较高，他一定会被第一个放在裁员名单。你会怎么认为？我自己做了这么多年，我跟我的客户做了这么多年，从来没有客户或是我自己会看他几岁，他工资多少，永远都是从他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未来的这个 roadmap 里面能不能够扮演一个导师。有些公司呢，他去考量的时候会叫零基计划吧， zero base planning。 我需要什么的架构，我需要什么的人才，谁最适合在这个架构里面再继续下去。确实这个时候可能也会看了，高薪的人就是第一个裁 no， 他高薪肯定有他的原因，他高薪提出来的这个结果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他肯定是不会被考量。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考量这些刚进来的人，他甚至是比较低的，但是他没有这个 track record 有贡献啊。至于你说年龄，你刚刚才开始工作，你还没有什么贡献的，这个是有点危机了，对吗？如果年龄很高的，你去到差不多退休年纪的，你有没有办法加急的？如果你有中间的话，这个没有理由。如果你有表现的话，公司不先考量，让你去做甚至乎更大的工作，让你的性价比提得更高。打破这个迷思哈，其实30到40是最好用的黄金年龄啊。对，这黄金年龄10年为什么要妄自菲薄？我们叫 growth mindset，成长思维。成长思维，不管你是3岁还是80岁，如果没有一个成长思维的人，始终都是会被淘汰的。你去学做一个新的事情，这个事情要是对你的性格跟你的能力跟你的强项是匹配的话，你怎么不会成为一个明星呢？如果有个员工他已经感觉自己被盯上了，你会建议他怎么样？当然这个时候化被动为主动。怎么做？意思就是真的是找主管去请他喝杯咖啡，跟他聊天。你可以请教你给我一些 feedback 吗？有建设性的回馈吗？我在哪方面做得不理想，哪方面可以做得更好？我有注意的是什么吗？如果老板还是不抽不睬的话，你就有想想了，这个老板你有跟他合作吗？其实你是有选择，你不能改变人家，对，你可以改变自己。如果你年轻的话，不要怕你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机会，可能你还没有看到。那如果年老呢？年纪大的话，千万不要放弃学习。对，每个人做的事情，你追求的可能已经不是成功啊，还是这样的，你追求的是意义啊。你做的事情有没有意义啊？你存在的意义在哪里？哪里可以增加这个意义感？你觉得你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有它的原因的。你说的好有深度，所以中年被裁员，他要怎么样考虑他的意义？他可能也再也找不到工作了。第一个，自己真正的 passion， 人家不给钱你都要做的是什么？你的强项是什么？你的个人的最有使命感的是针对什么人做什么事情？这个是你自己的核心。第二个思考，你需要什么？你需要你的钱财有多少才是足够？赚钱多跟少其实都可以用，对，但是你需要的是什么？
你能够付出什么时间，你能够付出的是什么。然后呢，在第三个就是在一个什么的环境下，你最能够发挥你的理想的这个角色，有什么的机构或是组织，你是可以在里面扮演的角色，full time、part time、volunteer、自愿的都可以。如果你找到这3点就思考之后，你能够走去你这个 sweet spot， 就是交叉点里面，其实这个人生下半场的意义就会出来了。我跟大家推荐一本书叫《人生下半场》，我是那个时候离开肯德基那5个月，我就把这本书给 K 完了，然后就写了我人生下半场要追求什么。如果你还没有到人生下半场，其实你年轻的时候已经在思考，对，你的人生意义，你想追求的是什么？早点思考，要早点思考，你达到的机会会更高。非常谢谢今天 Christabel 来我们这里聊的一个这么棒的话题，就是如何度过裁员危机。我发现最后的答案不是教大家如何度过裁员危机，是如何找到人生下半场的意义。我们跟观众说拜拜，拜拜。